家好，运动嘅时间又到嘞，大家听你呱呱老师强下运动日好。好，撒下来呢，你将你嘅双脚打开来，然后你嘅肩条强款是做的，好地点为你双手打开来，将你嘅两只手合起来，手指公没有记得要强壮哦。好，我记得你手掌尽量顺起来，不过肩条假是讲唔松松，咪唔是顺安起咯，你尽量做是好。好，跳太起，再个加上绕骨嘅运动，向毛背顺起来冲来。好，你带转来，往南外这边走哦。带转来，再个日摆跳起，顺起来，做得介意，你顺喊下太力。你跳起带转来，最每日摆，顺起你嘅绕骨。好，跳起不用轻松。好，起连你嘅双手打开来，老肩条偏高时候，将左手板定你嘅掌手，手喊下接拳向蹼，请记得假是讲你嘅日偏肩条，下个介意，所以记得慢慢的压下来哦。肩条唔会卡起来哦，两片嘅肩条会偏高哦。好，你跳起双手高稳，好强让手掌变好。注意，你肩条嘅高度，两片嘅肩条会记得会平平哦。手喊下接拳向蹼，好，你慢慢的跳起，再个往南外日片做得介意，手掌顺起来，手慢慢的接拳向蹼，没有记得你肩条嘅高度。当好，最每日摆你强让高稳，接拳你嘅向蹼。听到了位置下诶，会记得跳起哦。好，你跳起不用轻松。好，撒下来将你嘅左手伸出来，喊个手巴掌，你向跳前边，另外只手牵到手巴掌，压连手向蹼嘅位置慢慢的来，认同你嘅二跳肌。好，跳起往另外一边。好，强壮会记得，你嘅手掌、手臂和个手巴掌会偏高。好，冇停大哦，高一点点冇上过冇停高哦。好，差唔多啦，你嘅肩条偏高是做得，来手巴掌接拳向蹼嘅位置。当好，再个日摆，你跳起往另外一边。好，最尾日摆，你往另外一边冇提醒大家要注意跳起哦。好，你双手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位，你嘅双手卡起来，然后肩条偏高，和个手指按容易合起来。双手向跳前嘅时节，你嘅切条没有箍下去，对向蹼向跳前松，师傅没有记得向跳前松哦，认同你嘅背囊。好，你双手跳起打开来，向后背合起来。好，另外一方向，本大家看下清楚。你嘅双手慢慢的手掌顺起来。好，就得看到我两片嘅肩条，尽量向后背，向蹼向跳前，慢慢的打开来。好，再个练习日摆，双手卡起来。好，切条一点点箍下去。好。师傅喊个手向跳前，你嘅向蹼向后背，你嘅颈肩自然变下来。好，强让你嘅双手向毛背打开来，好，你嘅手伸出来，手掌放开来，向蹼送出去。当好，再个日摆跳太起，好，你切条箍下去，手慢慢的向跳前。你会感受到背囊非常嘅松松。好，强壮你双手向毛背打开来，再个日摆，背囊打开来，训练你向蹼嘅肌肉。出嚟，你最每日摆，手慢慢的卡起来，切条箍下去，跳起，喊个背囊向后背。好，做得介意，你第二个位数加上一点点嘅动作，伴你嘅两骨变轻松。好，来跳起弯片，再个日摆轻轻嘅转过来。好，最尾日摆你跳起弯片。好，你身体转转来，喊个手慢慢的向后背打开来，手伫后背合起来，喊个手掌伸起来，慢慢的来冲。肩条唔系伫跳前咯，肩条向后背，肩条尽量向跳前，你慢慢的打开来。好，来你跳起双手卡起来，
再高头去并下来，好肩条嘅位数，你并轻松飞飞呐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撒下来最新嘅动作，将你嘅双脚合起来，好来你嘅掌脚向跳前交叉，脚踏好来，切条顺起来。好，掌手并绕骨行，喊个左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轻松嘅发动你嘅绕骨。好，你向毛背打开来，强弱我记得跳起，持续来运动。当好，你向毛背打开来，跳太起10个日摆，手慢慢的弯下去。好，你向毛背打开来，加入最每日摆，好强壮发动你嘅绕骨。好，向毛背打开来，撒下来你双手卡起来。好，注意看你嘅胸脯带领双手慢慢的压体内。好，呢个动作你要记得切条你尽量顺起来。面到体内眉毛相关，自然就是好。假使讲做得做緊嘅，你是慢慢的收面體內。好，停留一下嘅，幫到你嘅大腳臂後背。當好，紅起來嘅時節，你要記得對跳開始，雙手打開來，大轉來。好，跳起並輕鬆，手腳並轉來。好，撒下來強壯，你揾能外隻腳來做動作了，腳踏穩，切條順起來。好，做手面繞骨，你嘅掌手慢慢的卡起來，向左邊嘅方向。好，你強壯跳起大轉來。好，10個日擺跳太起，手慢慢的順出去。好，慢慢的跳起大轉來，10個日擺跳太起。好，繞骨運動嘅時節，你停留一下誒。好，強壯你手打開來大轉來，最每日擺了。好，強壯持續來運動你嘅繞骨。好，你手打開來大轉來，雙手卡起來，強壯腳起好，雙手慢慢的壓到你嘅體內，做得緊嘅手壓到你嘅體內，我記得跳起。好，你跳太起對跳那開始大轉來，雙手向當高卡起來。10個並下來，當好撒下來，將你嘅雙腳向毛背打開來。好，我嘅寬咯，我比你嘅肩條慳下寬咯，按樣認真做得。好，最先雙腳先踏穩，腳한個切條向跳前，跳起你嘅雙手卡起來。好，打開來，10個日擺跳起卡起來。好，慢慢的並輕鬆。好，一開始你嘅腳尖會慢慢的轉到毛背。好，跳起手合起來，跳起下來嘅時節，切條褲下去，手面切條，你嘅肩條轉方向。好，做得緊嘅木足看斜後方。好，發動你嘅肩關節，한個大腳臂。好，跳太起你往偏走。好，做得緊嘅手掌順切，肩條向下背，木足看斜後方。當好10個日擺跳起往偏，最每日擺跳起停留一下。好，你木足看到跳前，好撒下來，自然將你嘅掌腳舉起來，腳臂한個切條而順切。做得緊嘅你嘅腳尖10個舉起來，地點會停留一下，木足看跳前，冇是看旁邊未做得。順住你嘅大腳臂跳前，好，假使講做得緊嘅你自然手壓到你嘅腳趾，喊下順住你繞骨嘅肌肉，好來跳起高彎。好，強壯做得緊嘅手壓到你嘅腳，順住肌肉。好，10個日擺跳起高彎。好，強壯做得緊嘅手壓腳。好，跳起彎偏最每日擺。壓到腳尖，順潤肩骨。好，撒下來雙腳踏穩，身體自然嘅並輕鬆下去，雙手牽到你嘅掌腳，你嘅掌手慢慢的卡起來向當高，做得緊你嘅木足咪係看當高。好，大轉來10個雙手牽到左腳，手慢慢的卡起來，木足看當高。好，跳起大轉來10個日擺，掌手慢慢的向當高卡起來。
好慢慢的大转来，最每日摆手卡起来。好身体转来动昂。好撒下来，长脚嘅切条弯弯箍下去，好身体慢慢的转到掌片。好切条顺起来，喊个脚要踏稳掉哦。身体不用轻松，不用下去，停留一下，顺润安尼抬脚比后背。好，做得个呢，安尼个做手命体内，将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强弱木主做得个呢，看蛋糕。好，安尼大转来维持平分弯偏，头起卡起来。好，慢慢的大转来弯偏走，左脚切条弯弯，身体转方向，切条顺起来。好，将手命体内左手卡起来。好，大转来保持平分，再搞弯偏走哦。好，身体转来，喊个转到头前，切条裤下去，喊个身体一节节起来，双手头抬起卡起来，胸毛背打开来，好，头起下了日好。